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释法折言61。大德者多于公诸器所，怀思者常于强词夺理，因瞻何来？强夺之理，则非为理，故以非理而盖其思。一个具有崇高伦理道德的大善之士，往往敢于当众承认并纠正自己的缺点，随时随地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。而心怀私欲的小人，则常常搬弄是非，强词夺理，千方百计诋毁他人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强夺的这些道理，实际上并不是道理，而是为了拿这些不是道理的东西盖蔽他自私贪欲的内心境界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